應該個俊才而家喺度等緊廁所。咩事？你會識得空姐太太？我唔識，但係覺得我比多啲更加了解個病人感受。一個人要放棄一樣嘢，一定有佢原因。之前堅持得越耐，要放棄嘅時候就越強。呢個感受我哋唔需要去認同，但係好應該去諒解，因為想幫一個人，但係要先傷害另一個人，咁叫做好事咩？ Bingo。我唔知道你講緊自己，因為講緊康仔，但係目前最重要嘅係揾到一個可以俾到希望康仔嘅人，可以激發佢嘅求生。小冰，佢太太係為咗俾多少少先至會喺百貨公司咁狼狽嘅啫。咁嘅人啊，點樣仲可以俾一個希望俾其他人啫？傻冰，你等唔到廁所啊？從來冇同你提過呢件事，你點知道揸飛書喺百貨公司見到？